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早起展出着因今年的钱母是这个自宝盆的造型，大约是垒球的7.5倍大。因为是蛇年，所以边仔阁有2枚这个金蛇，民众讲真特别。指南宫永年拢是准备300份的钱母来发放，今年是增加4倍，准备7200份。也毋过有袂少民众也是正经会提无，拢提早来号位排队。金色珠宝盆的造型，面顶有金元宝双边纹2枚金蛇，大小比草垒球大1倍半。这是南投德山指南宫公开的蛇年钱母。看起来就是钱蛮多的，因为钱满出来，对啊，而且蛇形也很可爱，不会就是对让人家觉得很害怕。越变越好看，对，有质感。信众感觉真特别，比方讲今年特别将钱母设计成珠宝盆的造型，面顶有一个挂会当掀开，咱乡亲会当将银仔、钱也是开运的物件放入内底。2枚金蛇代表自在、保家、平安的意思。我今年准备1200份，所以比往年多4倍。我一挂这个奖项哈，包括金戒指啦哈，甲这个金的钱母哈，都比往年拢增加1倍以上。美方今年特别准备4倍钱母的特别，就是要引领遮济人。不过因为指南宫的钱母实在是有够称。网络已经有人开始咧卖仿的钱母，价钱为20几块到100几块拢有，连指南宫外口嘛已经出现占位的乱象。外口的车路边啊，规排椅啊、水桶、纸箱啊等等的物件，拢是信众用来提早排队的物件。庙方已经打出广告，发放钱母迄一天，干那认人，无要认占位的物件。咱乡亲想要拜钱母，都爱乖乖啊，亲身来拜练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